再来关心罢免理解的人数哦，罢免国民党立委丁合中的团体，今仔是去分林选委会送38000份的联署书。丁合中嘛呼吁选委会爱依法来审查，强调讲若进入第3阶段的投票，会下向山港来应战。另外，罢免民进党立委吴思瑶的林涵玲，中确定退出咯，调一人赖依林，今仔是表示讲，望会当来取得一半提议人书面的同意来替换林涵玲。 要罢就罢，吴思瑶。看口号刷落来，把信件塞入去邮局，用附上挂号回邮的方式寄出去。因为罢免民进党立委吴思瑶团体领衔人刘克进退出，团体调集人赖依仁初6是启动2/2回邮的计划，希望摕到1/2提议人的书面同意来换领衔人。就是双管齐下。关于我们现在领衔人张克进教授呢，其实这部分呢，还是有人会持续的去联络，变更领衔人计划，我们同时进行。我尊重他们所有的行动，只是要提醒民主不容造假，在台湾来发动任何的罢免，一定要合法合规。赖依仁发话讲，继续做2阶段的联署，不过另外一边台北市5个拿委的罢免案，罢团是暗算拜3拜4会送出第2阶段的联署书。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一透早就到捷运站去宣讲反制，批评执政党唔知影安怎拼经济、拼财经，说干那会晓塞大罢免尔。我第3次预言了，下个月6月份是美债的危机，只有台湾，因为是贵族冠军，所以呢，不但没减少。 搞不好还增加。罢免拿为丁合中的团体嘛，选择初6，甲38087份第2阶段的联署书送交予分林选委会，强调达成率是138.5%。3阶投票之前的这段时间，在这1-2个月的时间内下乡，更努力的宣传，然后让在地的乡亲能够有一波一波浪潮，把这个守卫台湾的声音传达出去。丁合中因文字的声明来回应讲，呼吁选委会爱依法审查，确保定数的公正，强调讲，若入去到第3阶段的投票，会坚定来应战，发话乡亲到时阵都爱投无同意票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